亚述王听到以索撇阿王伫合家要来攻击因，就派使者去见希西家，吩咐因，对犹大王希西家讲：毋通互恁所倚靠的上帝骗去，讲耶路撒冷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头。恁一定有听到亚述诸王对列国所做的代志，因甲列国拢消灭，恁减有法度避免。我的祖先毁灭的国家，歌散、赫兰、利色，以及住伫提拉撒的北伊甸人，因的神明减有解救因。哈马的王、阿尼伯的王、西法瓦因城的王、希那甲以瓦的王伫倒位？希西家对使者的手接到批读了后，就上去上主的圣殿，伫上主的面前将批踢开。希西家向上主祈祷讲：这里天使基路伯顶面的上主以色列上帝啊，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。上主啊，求你仰耳孔听，开你的目睭看，求你听西拿基立找使者来讲一切亵渎你活我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亚述诸王确实有互列国甲因的土地拢荒废，甲因的神明拢迄互火烧掉。其实遐个毋是神，不过是人的手用柴用石做的。但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，互地上万国拢会知只有你上主是上帝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找人去见希西家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因为亚述王西拿基立的事对我祈祷，我有听见。关系西拿基立，我上主安尼讲：在小女锡安看轻你，踢笑你；少女耶路撒冷对你摇头。你在侮辱啥人，亵渎啥人？你在对啥人大声？其实你是在无视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有通过你的使者侮辱主。你讲，我使真济战车爬上悬山，去到黎巴嫩上悬的山尖。我伫遐插上悬的碧香树，插上好的松树。我爬到上悬的山尖，进入上茂盛的树林。我伫外邦乌井啉因的水，我嘛用骹踏埃及所有的河流，逐甲河流拢干去。恁减毋捌听见？真早我做即个计划，古早就决定，但已经实现。就是你互坚固的城堡拢倒坏，变做荒埔石堆。遐个住民拢无力，因惊吓见笑，因亲像野地的草，幼嫩的莺，厝尾顶的草，还未大丛就焦去。你住倒位？你出你入？你对我的受气，我拢知。因为你有对我发受气，我有听到你自高的话，我要用钩仔交你的鼻，用马甲姜挂伫你的喙，互你对来迄条路倒转去。希西家，这要互你做记号。今年、明年，恁拢会食野生的物。第三年，恁会夜种收成，栽种葡萄，食所结的果子。
犹大家逃脱所剩的子民，为亲像食物，下面顶军顶面结果子。对耶路撒冷要有剩落来的子民出来，对锡安山要有人逃脱出来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诚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所以，关系亚述王，上主有安尼讲：伊袂进入这个城，连一支箭嘛袂射入来；伊袂举盾牌挖郡城，嘛袂去土堆攻城。伊对倒一条路来，嘛会对迄条路转去。伊袂进入这个城，上主安尼讲。我为着我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，要保护解救这个城。迄暝，上主的天使去亚述军营，杀死185000个人。过早起，人起来，发现逐所在拢是新尸。亚述王先那基立就撤营，倒转去尼尼微住伫遐。有一日，伊伫尼斯洛的庙底拜伊的神明的时，伊的囝阿迪米勒甲撒利色用刀甲伊刣死，然后逃走去阿拉纳的地。伊另外一个囝以撒哈顿继承伊做王。